各兄弟平安。最近天气吼，变化足大，大家真正身体爱照顾吼，唔通叫寒着吼。侪咱的，尤其咱侪年长的兄弟吼，来找我烧吼，爱注意。血压较悬的吼，拢爱做注意。咱当心来祈祷。即些个要求你找见圣神来到阮的中间，当阮来亲近你话语的时阵，教示阮明白，嘛教示阮，将阮所明白的，会当活出来，成做阮生命一部分。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所要讲的主题是叫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吼。这条经文进前吼，头前是讲一个故事吼，耶稣有讲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是安怎耶稣要讲迄个比喻？是因为有一群人来问耶稣，来质询耶稣讲：耶稣，你的权柄是对倒落来吼？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吼？你的权柄是对倒落来的，所以耶稣讲迄个葡萄园的比喻。迄群人是啥物人吼？迄群人是祭司长、大祭司、金学士，甲犹太人的长老吼。这三款人写做伙吼，这三种人写在一起吼，这三款人写做伙，啥物意思？就是代表犹太人的公会吼。犹太人的社会内面上悬的组织吼，组织就是公会吼，就是用这三款人。这三种人组成的吼，毋过因来质询耶稣的权柄吼，去互耶稣拍倒去，无效吼，伊讲袂赢耶稣，所以即马派另外一款人来吼，其实是两种吼。今日的经文是派这两款人来吼，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西律党吼，希律党的人吼。法利赛人咱真正较熟悉吼，西律党人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吼。法利赛人因是以宗教势力既得利益者，他们伫宗教势力上的既得利益者。西律党人呢，因是政治甲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吼。这两款人吼，因本来是袂合吼，互相拢会对敌袂合吼。毋过因今日为着一个人的缘故吼，煞变做好朋友，做伙来挑战吼，为着什么人？耶稣吼，他们居然就和好了吼，因要来陷害耶稣吼。好，因的计谋吼介厉害，因先假意吼。他们先假意的讲一寡好话，讲耶稣，我知影吼，你这老实的吼，你拢讲诚实的话吼，你绝对袂讲假的话。即么来呢？伊走秘密吼，伊问啥物问题？伊讲，主耶稣，纳税互凯撒吼，就是罗马的皇帝，纳税互凯撒吼，敢有合伫咱的律法？就是讲犹太人。咱会当纳税互凯撒袂吼？虽然吼，迄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吼，毋过犹太人内面有介侪人吼，因是无介意别人的统治吼，因是坚决拒绝纳税互凯撒，就是互罗马帝国的吼，罗马帝国。哇！因即马就问这个问题啊，伊讲耶稣。咱犹太人若要纳税互凯撒吼，是会使袂使？那照因的问题来思考吼，耶稣若讲会使，咱会使纳税互凯撒大帝吼，罗马的皇帝凯撒，安尼会递到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犹太人会甲骂讲，这个人吼欺杀伊的民族，背叛
他们的信仰。因为遐吼，侪人他们是有侪犹太人是因为无爱纳税互罗马帝国吼，去互害死。即摆耶稣你竟然会当讲会当纳税互罗马帝国，安尼你就是背叛民族吼，违背你的信仰。毋过耶稣伊若讲吼，不可以，犹太人袂当纳税互罗马帝国，安尼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可以直接去政府吼，这些人会当直接去罗马帝国政府甲告耶稣，讲耶稣是咧煽动叛乱，他是敌对罗马帝国吼。所以安尼的话吼，一边是背叛民族，违背伊信用，一边是叛乱，敌对罗马帝国，变怎？耶稣陷入两难，对无？伊要回答会使，袂使，也嘛会出问题。伊若回答袂使，嘛是会出问题。要安怎回答？耶稣的叫因摕出一个银仔一个钱币银钱，问一句话，伊讲这个钱币顶面的上甲伊的号是一水是什么人的？伊就讲是迄个罗马皇帝凯撒的像。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世界有名的一句话，伊讲啥？伊讲要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要将上帝的米互上帝归乎上帝。这个常听到吧？常听到吧？好，圣经的记载讲，因着依据，就感觉伊真奇怪奇怪上他们会认为他们没有考倒耶稣而且反而被怎么样？被搞糊涂了因为问题是问耶稣讲，到底是不是会使纳税给罗马帝国？耶稣回答是什么？是会使还袂使？大家想想看，耶稣是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会使袂？耶稣安怎回答？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要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要将上帝的米归乎上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不是咧讲？到底是会使还是袂使？袂使，会使。若会使的话，就表示讲耶稣伊背叛伊的民众嘛，背叛他的民族背叛他的信仰，是不是？是不是？思考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后来侪人甲这句话当作这是啥？政教分离，就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安那归上帝，所以世上的米归互世上的米，上帝讲的代志归互上帝，就安那政教分离，是不是这个意思？嘛不是这个意思咱来看一下这就是迄个铭文那个钱币的样子伫耶稣迄个时代应该是提比留提比留皇帝伊的名叫提比留，这个时候应该是提比留咱讲凯撒咱讲凯撒，不是一个人的名是一个尊称，是一个称号所以所有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拢叫做凯撒迄个时代的凯撒应该是提比留Denarius 就是他在迄个银钱的名字罗马银币。耶稣迄个时代的皇帝应该是提比留迄个银币值偌济钱，你知无？一个罗马银币就是迄阵的一个工人一工会当赚的钱就是一个罗马银币好，耶稣讲你所使用的银币顶面有啥个像？有凯撒的像对无？所以安那，
纳税互凯撒是应该的，因为咱咧用的迄个字顶面有啥物人会伤？互凯撒该撒要伤吼。毋过安尼敢有抵到伊是违背伊的信用，有无？较拄仔一开始法利赛人甲迄个西律党人，伊要问就是咧问这啊。耶稣若讲会使，就要定他的罪，说他是背叛信仰。那耶稣若讲袂使，嘛是要定他的罪，说他背叛罗马帝国。即摆耶稣伊讲会使安尼，为什么耶稣讲会使？伊无这个罪名，伊毋是背叛伊信仰的罪嘛？因为耶稣讲一句话吼，上帝的米，大家甲上帝的米纳互上帝吼。你讲是啥物意思吼？咱来思考一下。各位兄弟吼，我甲咱分享一下吼，毋是所有的问题拢是好问题啊。啥物意思？就是讲常常一个问题若提出来，我即摆讲的问题是 question 吼，毋是讲 problem 吼。所有的问题吼，不见得都是好问题吼。有一寡问题吼，伊提出来时，伊本身就有错误啊。知影我咧讲啥无？有一些问题它本身是错的哈，伊的思维唔对，伊后边的逻辑是不对的哈。所以问题伊本身若错误，就无正确的答案。较多法利赛人甲西律党人，伊咧问的问题伊咧问的问题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错在哪里咱等一下甲恁讲咱若去拄到唔对的问题咱来有一个动作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要拒绝，咱会拒绝继续照迄个问题的思考的逻辑，佮继续想落因为这个问题的逻辑唔对去啊，你就唔通佮照迄个逻辑，佮一直想落，去找迄个答案。咱大家定心去思考，定心佮问一届迄个问题，佮要安怎问我要举一个例。下月我咧带学生的时阵有一个查甫囡仔真乖伊半暝打电话互我，电话我，甲我讲啥？伊讲4号哥，我的女朋友跟我说我的女朋友甲我讲伫上帝甲我之间，迄个我就是伊的女朋友伊的女朋友甲伊讲，伫上帝甲这个女朋友之间你敢会当啊？你敢来当啊？选一个啦。要怎么选？各位烂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咱要安怎选啊？伊的女朋友甲讲你伫上帝甲我之间，敢来当选一个一个尔要安怎选？咱这唔介济敬虔的基督徒，要安怎选？选上帝对无？甲你的女朋友安怎？安尼反正上帝的臂膀更较好诶，是毋是？是毋是啦？也是讲你要选女朋友，我爱上帝，咱就无说甲你讲卡声。要怎么选？伫上帝甲女朋友的中间，敢会当选一个，要安怎选？伊是半暝无时间甲伊解释我咧甲讲，真少听我甲你教要安怎讲敢若讲一届会听好清楚，你甲你的女朋友讲好清楚安怎选？伊就安尼讲，我要伫上帝的听内面选你啦，安尼选几个？无选一个尔，我要伫上帝的听内面选啥？选你一个这个回答有敢跳无？有没有很奸诈？毋过是安怎会安尼回答？较多迄个问题唔对去我一听就听出来，较多迄个问题问唔对去刚刚那个问题错在哪里？伊讲你就爱伫我甲上帝中间选择一个，这个问题对唔对？哪里错了？这个问题哪里错了？伫上帝甲这个女朋友中间会当敢来选一个，这个问题哪里错？
这里错了。伊甲人的地位安怎？他把人的地位提高，甲上帝安怎平悬？当伊甲人的地位提升到甲上帝平悬的时阵，这个问题才能够成立啦。看要选上帝，还是要选伊的女朋友？安尼有了解无？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本身是错误的话，就唔通去照伊的思考的逻辑，去继续去想落去啊！爱甲改换。这款的问题，错误的问题会变做2选1吼，你就很难去回答吼。好，各位兄弟，啊若照这个，我先问一下吼，我咧解释有了解无？我这样解释有没有听懂？小朋友有没有听懂？有吼，哇，连我们那个美金都有听懂，你是美金很新台币，连新台币都有听懂，有听懂才能接下去呢。这个问题错误的所在，伊甲人的地位安怎提升甲上帝的地位同款，伊要叫人。伊要叫伊的男朋友伫伊甲上帝中间选一个吼，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吼。若照这个观念来看，较大纳税互凯撒会使买，嘛是同款的问题吼。上帝的地位比凯撒的地位安怎？谁较悬？哪一个比较大？上帝的地位比凯撒较悬，对无？所以吼。咱迄个犹太人，毋是咱犹太人迄阵的犹太人，因若服从接纳罗马帝国的政权，并无代表伊就是安怎背叛上帝。安尼有理解无？这个是一个表象哦。他接受罗马帝国的政权，并无代表伊无接受上帝的主权，知影无？迄个法利赛人甲西律党人因错误的所在，因甲该撒的地位安怎亚修权，甲上帝的地位来相抗衡的时阵，你敢会当选一个？安尼这个问题就错误啊！上帝主权这大，伫上帝主权内面，你嘛会当去接受其他的主权。各位兄弟，安尼解释有清楚无？所以，迄句话，上帝的物，大家归乎上帝。迄句话是遮介重要的一个重点吼。这毋是咧讲政教分离，这颠倒是咧讲啥诶？政治是伫信用内面，安尼知影无？信用大过政治啊！这毋是咧讲信用甲政治来分开，这是咧解释咱的信用是大过政治。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冲突，所以用简单来解释，他多耶稣意思是讲，这个钱是该撒的，所以这个钱交得去互该撒，对不对？有适合无？有。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咱人呢？咱每一个人伫创世纪有讲，上帝是照伊的相、照伊的款、照伊的款式来创造人的人有上帝的形象甲样式，所以人爱归什么？人当然爱归上帝咯。所以无论你是伫罗马帝国下面，还是伫美国的下面，还是伫台湾国的主权下面，还是伫欧洲的主权下面。你拢犹原是属于什么人？属于什么人？上帝的主权来。所以，咱好清楚，他带伊问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伊甲罗马帝国的主权提升甲上帝平悬，硬要互你选一个尔。安尼你若照伊的方法去回答，你就唔对去啊。耶稣常常去拄到即款的问题就是本身是错误的问题，要甲陷害。耶稣拢拒绝，佮继续照迄个错误的问题的思考去回答。
咱来定心去想看卖啊。各位兄弟，这是耶稣伊拄着的了难的问题吼。啊，咱即马咧，咱即马会去拄着什么款类似的问题？咱活伫台湾这个社会，咱去照一寡规矩，去遵守一寡法律，敢是一点的违背上帝？一定会安尼吗？对不对？唔通去看迄个表象，吼，咱会去看迄个一条一条咱咧做的代志。唔通讲台湾的法律一整块，吼，你就要讲甲上帝的律法来对抗，唔是，是伫咱活伫台湾社会，遐尼侪法律内面，其实有诶是合伫上帝的心意，啊有诶是安怎？无合伫上帝的心意。吼，咱基督徒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咱得要好好啊思考。吼，虽然我接受台湾政府的主权检采有，但是啊，即个政府所做的代志是无合伫上帝的心意。我真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安怎去面对？我要怎么去面对？我是来照上帝伊的心意来行伫即个世界，还是我要行伫即个世界，完全照即个世界的法度，啊，直到有当时啊，我所违背上帝的心意。各位兄弟，常常有人在讲吼，啊，基督徒唔通插政治啦，无属伫讲台嘛唔通讲政治。啊，基督徒唔通去示威游行啦，要不要去示威游行？我认为基督徒吼，若要去示威游行吼，甚至违法示威游行吼，干有一个原因啊，只有一个原因，伊要甲受苦的人，伊要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干那这个原因，我会鼓励我的会友、正兄弟姊妹。徛出去，行街路，只有这个原因哦。伊要甲受苦的人，伊要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我要鼓励你去行街头。其他，你若是为着要争取家己的权利，你若为着要替家己伸冤，伸冤安怎讲？伸冤吼，要替家己伸冤。吼，要争取家己的权利，迄你得爱搁思考一下。那不见得有遐尼正当的理由，徛出去外口去行街仔路，去游行。所以有当时啊，咱所做的会去对敌着咱即马政府的主权。各位兄弟。我鼓励咱要看的，迄个最终极那个 ultimate， 迄个最终极的主权是伫对，吼，是上帝的主权，伫咱的心内吼，是上帝的主权，唔通伤过容易，互世间的主权压伤权，放伫一个地位，甲上帝平权，迄就是开始唔对的所在。开始错误的所在，这款的思考，基督徒一定会付出代价。啊，毋过，这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思考，咱同心来祈祷。之前要阮知影，阮即马常常嘛甲耶稣基督共款，会去面对一寡问题，是错误的问题。帮助阮有即个智慧，阮会当拒绝继续用错误的问题的思考的逻辑来回答迄个问题，帮助阮会当重新思考，甲问题的本质看清楚，阮家己重新来问问题。伫即个世代充满权力争取的即个世代。帮助阮
会当看你的主权，搬过世间一切的主权。当阮咧考虑服从的时阵，当阮咧背答，要听啥物主权的话的时阵，千万毋通，互阮袂记止，阿爸爸你，却是万王的王，你有至权的主权。帮助阮正兄弟姊妹，无论是正病是倒病，拢要行伫你所秘办的道路顶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要来举行咱2014年团契